心中最美的时刻。来，喝一点。今天怎么想着约我出来吃饭啊？今天跨年啊，一起吃顿饭不是很正常吗？咱们俩在一起又不是1天2天了，跨年也不是第一回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2019年了，我本命年，36岁了。我知道。这是咱俩一起跨的第4个年了吧？嗯。你知道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你。我觉得你又有钱，人长得又帅，并且还特别幽默。但是我现在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。我是一特别普通的人，特别普通的人。我需要结婚，需要有自己的孩子，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再给我点时间。啊，6月份英子就考试了，还有半年，到时候我给你一个满意的回复。我不要你的回复，老乔，咱俩分手吧。这怎么还分手了呢？因为我遇到一个真的合适我的人。你那大学同学？其实说来，我还应该感谢方圆呢。要不是他让我帮他们家孩子做艺考，我还真的没有机会和我这个同学相遇。这次见了面，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喜欢我，一直在等我，并且还是单身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交往一下，开始一段我新的人生。对不起。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对不起，你们俩在一起挺好的，挺合适的。同学，相互彼此了解，知根知底。他是你一个挺好的选择。我知道。老乔，我说句实话啊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你不光是牵挂英子，你对宋茜也没有放下。你可能自己不知道，因为我是旁观者，我看得特别清楚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该走了。老乔，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那我买过了。
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媳妇儿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不是我给你打这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回我呢？你怎么了？眼睛怎么了？哦，我刚刚打了个哈欠。呵家伙，你困成什么样了？眼泪都打出来了。哎，今天神了哎，方圆奇遇记，你听我这嗓子哑了吧？是啊，我怎么回给你事？解释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开车时候拉了一个配音的导演啊，不副导演，他正好找一个配音演员，说要配那《红灯记》，那人正好没时间，我不正好会唱2句吗？正好要那一段零星河马。一碗酒，浑身是大胸球，哎，就给我叫去了。我就给配音，从下午晚那会儿开始配，一直配到晚上，我就等没睡去。哎，有没有金猴子藏宝？我来一片啊！等会儿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没找着金猴子藏宝，先喝热水啊，太好玩了。我以前以为这配音挺容易的。等会儿喝。打错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儿算是明白了，不容易，真的。别说演员，这配音演员都不容易。我以为就配一遍，就几句台词就完了，就一句词就要合着“同志们冲呀”，就这个。我配了，我想我在这边配了那比较大的镜头，就配了得有10来遍。后来还有一个就是近一点那种镜头，也配了10几遍，里外配小30遍。我上去一激动，同志们冲呀！我第一句嗓子就喊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我嗓子哑，我就顶着气在那喊，这真的需要点气息。同志们冲呀！哒哒啦哒哒哒，喂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多姐，太好玩了，没见过这么好玩的功夫。我觉得怎么了？我回来太晚了是吧？不是，我今天也是高兴啊。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怎么了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想在公司干了，我想辞职。怎么突然闹辞职了？我看前几天你升职时就不特高兴，是不是有这珍妮和小金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可以辞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先跟我说怎么了啊？然后是不是那个珍妮和小金又欺负你了？你别跟他们俩一般见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跟老公说怎么欺负你了？我恨他们，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不讲理。行。好了，媳妇儿，受委屈了是吧？那就不干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那个副导演留了我电话，他说后边还有合适的角色来找我。哎，对，哎，给你看一样好东西啊，看着。这脏别搁床上，我就配了这5个字：同志们冲呀！1000块，可以吧？啊，1000块钱，我告诉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。好了。我不要你这么辛苦，我不要，我恨死他们了，王八蛋！我不辛苦，真不这有什么辛苦。你辛苦，你配一天才挣这么多钱。好，这嗓子就哑了。我嗓子哑了，是因为我这个技巧还不够娴熟。等我嗓子喊一段时间啊，喊上了金猴子嗓宝这样的就没问题了。倒霉了，方圆，我好难过，心里面。哎，好了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珍妮呀、小金呀，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正好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以后不用跟他们在一块儿了。我现在开滴滴，你知道吗？我开滴滴的机会多了，不一定碰上什么好事儿，赶上什么好运气呢。好了，让不愉快都留给2018年。确实，这18年呀不太顺利，不顺。咱们19年砥砺前行，知道吗？我本来能提成，现在全泡汤了。好了，哎。
剧组福利特别好，剧组福利特别好。什么福利？一人还发了一蛋糕。啊！我可忙搞了，本来想给你来个 surprise， 叫孩子们一块儿，把眼泪擦干净。快12点了，咱一块儿吹个蜡烛啊，告别2018。告别，告别。我不要再到2018，我要到2019去。哎，19不一定比18好，但咱得高兴点，知道吗？一定会比18好。一定比18好。好了，我去拿灯啊。王一凡，蕾，出来吃蛋糕来。方一凡，蕾蕾，出来吃蛋糕。来呀！行了，别学了。天哪，怎么样，妈妈布置不错吧？嗯，妈，你这跨个年整这么大架势？来，我这儿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。这是什么呀？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好，来，来，我呀早早就把这个 APP 给下了，昨天就去给你买了，回来鼓弄半天，看，把这个对着它，看到吗？哇塞，这也太酷了吧！来看这个。嚯，棒不棒？给你。你看这种地质的，还有洋流变化的，这都能看。这也太高科技了。是，喜欢吗？喜欢呀，谢谢妈妈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哎呀，别说这种高科技，连我都喜欢。看这个，英子，还有1个小时。2018年就结束了，就要变成2019年啦。这18年啊，尤其进了高3以后，咱经历的事儿太多了，不愉快的事儿也太多了。咱就都把它扔在2018年，啊，迎接一个崭新的2019年，开开心心的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2019年未必能比2018年更轻松啊！到底是要面临高考的，这高考啊，真的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自打你1年级上学到现在，所有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天。我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妈妈真的是错不起呀。所以，英子，你真的要把心思真正的放到学习上，把最后这个冲刺完成好，好吗？我知道，妈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英子从来都是最懂事儿的。你看，妈妈其实也不是不许你玩这些东西，要不然还会主动给你买呀。但是万事都是有轻有重。等你高考结束了，妈妈支持你所有的事情，给你买漂亮衣裳，给你玩你所有喜欢的，好吗？反正无论如何，妈妈都会陪着你的。继续玩吧。玩。刚看到它还可以看各种动物在哪儿，对，让它一转，看到这边，其实它也有透视效果的。啊，这叫火锅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呀，
们都出去吧，我来吧。不用，你歇着去吧，去看电视。弄得这么费劲，我不着急。妈，真不用，您就等着吃吧啊！你坐着去。真的不用啊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给拿酱油了吗？对。行，够了。酱油加多了吧？这不就是酱油炒饭吗？对，你要学会这火锅啊，哎，放松，动作要协调。来，上菜。做好啦。妈，我这有点做失败了，酱油放多了。哎，赖我啊！没事儿啊，酱油炒饭嘛，不就这色儿吗？哎，我尝尝。你尝尝，我也来点。好吃。真的？洋洋，陪爸爸喝一杯啊！行。你别让他喝酒。没事，元旦过节嘛，喝一杯。那就喝一杯啊。哎呀，来多吃点儿。哎呀，今天吃完这顿宵夜呢，咱们就喜迎2019年了啊！洋洋，2019年是你的高考年，爸爸妈妈呢希望你能够努力的追梦，努力的奔跑。哎，你有什么愿望，你自己说说。爸妈，你们还记得咱刚搬来的时候，在院子里放气球吗？妈，您写的愿望我看见了。现在呢，我的愿望跟您一样，我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爸妈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我也干啊！快，赶快吃点菜呀！吃菜。我再喝一杯啊！哎，你喝，你今天可以多喝点啊。高兴。儿子的炒饭。哎，爸，这谁没过生日点什么蜡烛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知道吗？只要是逢好日子，多少得见点亮光啊！这小姨夫的嗓子还缓不过来一时半会儿啊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知道吗？我说两句爸爸说两句。那个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2018年是辉煌的一年。好这种电视里说的我就不说了，但是对咱们家来讲，确实也挺不一样的啊。这一年呢，很多的波折，很多的风浪，咱们都一家人携手并进走了过来，是吧？你看啊，咱们从那个之前的老房子搬到书香雅院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妈妈这个今天这个工作上也遇到点小波折啊，但没事儿啊。爸爸现在也彻底没工作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一家人一定能熬得过去，一定能过得更好啊。2019年会更好，但是咱们家还是很多好事呢。磊磊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俩上高3了啊，就要考大学了。还有方一凡也开始艺考了。今年你看，从去年高3开始到今年进入高考年，2019年是你们的高考年，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样我就套用网上一句现在热门的话啊，咱们一块儿就希望这个2018这个狗年就跟咱们一笔勾销，然后2019年猪年咱们诸事大吉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没到呢，猪年还没到，狗年还没过完呢。那咱们就祝这个让2018这个狗年赶紧狗过去，猪年赶紧猪过来，好吧？来，我数1、2、3，虽然没到点儿，咱先把蜡烛吹了啊，然后我们跟2018年拜拜啊！来，1、2、3，拜拜。你们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啊，好好吹蜡烛吧啊！没事，什么都没看见了。来，咱们吃蛋糕，来，行。
一定考到700分。高考还剩下278天，合到每科上呢只有46天，时间还是很紧迫的。还玩玩具，咱哪有这时间呀？我明天真的想去天文馆。这事儿咱不是讨论过了吗？决定的事儿就别讨论了。我那么爱生气啊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是爱生气的样子吗？你扔我照片干嘛呀？赵卫东，他现在是在高考，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掺和了呀？你从小到大喜欢什么，妈妈一般都是支持的。南大是什么？南京大学啊？对啊，妈妈不会同意。怎么又提到南大的事儿了？跟你说好几回了，你是不是就想借机离开妈妈，不想让妈妈管你呀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又骗我呀？是你爸给你签的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就喜欢你爸？我和妈妈站一党。都高3了，考了多少分啊？妈妈是不是哪头让你做的不舒服了？你错哪儿了？太让我失望了。今天是2019年1月1日，现在是0点。今天是我失眠的第5天，现在群里面都在发新年愿望，我没什么愿望。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，就是希望我2019年可以睡个好觉。起来啦！哎，我还说，好不容易放假，让你多睡会儿，没叫你。我这个也是刚起，我刚看了会儿书，然后就没出去。啊，行了，刷牙洗脸，赶紧出来吃早饭啊！妈妈给你热着呢。妈，我还想再睡一会儿，我昨天晚上没太睡好。哟，怎么了？感冒了啊？没，那也先把早饭吃了吧，啊，空了一晚上肚子了，对胃也不好啊。你看，新年第1天，妈妈一清早就去早市买了活鱼、活虾。哎，你中午想喝什么汤啊？中午给你做点好的。妈，你不用做这么多，我没什么胃口的。没事，您不用管我，我补个觉我就出去了。那也行。那你再睡会儿，我做的差不多了，叫你吧，啊，把帘子拉上吧。
妈妈妈妈妈，咪妈。小点声，弟兄在学习呢。哎，没事，你看哪儿了？好，来啊！哎，还堵着耳朵呢。来，吃点小西红柿啊啊！那个小点声，妈妈今天心情不好，知道吗？啊，小点声。谢谢小姨夫。爸，你别走来走去的好吗？忙什么呢？把这些资料该删的删，该转存的转存，明天一上班一交接。哎，那个云盘，我当时登录邮箱留的是你的还是我的？我的。你看，哎，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啊，多好啊，崭新的一天，天气也不错，今儿还没什么雾霾，太阳还挺好，啊，咱要不然一会儿咱们出去溜溜去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失业之后的那种感受，你觉得行不行？我怎么说也是你的前辈，比你早失业几个月。是这样啊，肯定刚一开始工作没了，肯定心里是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了，朝九晚五的啊，早上起来进办公室，下班回家，突然每天跟家待着，肯定是不自在，没着没落啊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同时也会为你打开几扇窗，啊，当你走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马上就是上坡路，啊，股票一跌停，那后边就是反弹，是吧 ？GDP 下滑，后边 GDP 就上升，啊，稍微开心一点，对吧？时间一长了，这事就过去了，慢慢就适应。我现在觉得，哎，其实没工作也挺好的，我开上车了，每天，哎，而且还可以去年做配音，剪一活挣1000块钱，我的嗓子今天，哎，不用吃药，自动就恢复了。倍儿亮，小亮一人，叭叭就出来了。工作没了，后边还会有2019年的第一天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好好的陪着孩子们，把这个高考这一年的冲刺完成，行不行？当几个月的全职太太，我能养活你，我有赚钱能力。啊，好了，不难受了。难受，发个微信。培培，你应该看到我在工作群里面发的这个辞职信息了。那麻烦明天，你一定要去公司，我们俩好多这个材料啊、东西啊交接一下啊。挺好嘛，我跟你讲，没什么事儿的。天塌下来之后呢，还有我顶着呢，对吧？咱们家里3个男子汉是吧？怎么都能过去的，这不叫事儿啊！2019年的第一天，不要用泪水把它给弄坏了，开开心心的。哎，娘娘，你看看，皇上刚赐我一黄马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哎，你这衣服上还有只狐狸呢，其实这应该给我，我才适合当狐狸啊！好了好了，这样，我不挣1000块钱吗？我提议啊，咱们叫着孩子就不跟家吃饭了，咱出去吃顿大餐怎么样？我不想出去吃。哎，必须出去吃去！这边听我说，出去吃好。来，好，方一凡，来，方一凡，来，哎，怎么了？来，出来，来，爸爸昨天啊，挣了1000大洋，知道吗？咱们中午出去给他吃了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妈妈，咱们出去吃饭好不好？我不想去。哎呀，必须去！这样咱们民主一点，咱们投票吧，好吧？这样，决定出去吃饭，同意的请举手。哎，好，9票全票通过，走，出去吃饭，走，换衣服。不要再管工作了啊！
这是我前2天在网上查的方子，叫五红汤啊，据说补气养血，对化疗期间有好处。来，趁热喝了。喝不下，等一会儿再说吧，先放那儿吧。好。再躺会儿，还恶心吗？还有一点儿吧，好多了。洋洋起来了吗？起了，在看书呢。你安心躺着，要不我再睡一会儿。睡是睡不着了，就是打不起精神来。今天呀，天气不错。一会儿呢，我去买菜，中午咱们吃饺子。吃完饺子呢，咱们去溜达溜达，晒晒太阳，怎么样？今天是元旦，外边人肯定特别的多。算了吧。对，刚才呀，我给张主任打了个电话，约好了明天呢做个血常规。这几次的白细胞都很正常，你别担心。几点？要不然我自己去吧。明天是新年第1天上班，你肯定特别的忙。没事，跟你说呀，医院我约好了啊，医生也约好了，你就别管了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安排吧。哎，你再躺一会儿，我去买菜啊。记着，一会儿把这个喝了。今天是2019年1月1日，这一天也快过去了。嗨，乔英子，你好，我是你妈妈上一届的学生，我叫丁一。丁一，没吓着你吧？你这大晚上在这儿干嘛呀？你齁瘆人呢。那个，你不是上大学了吗？哦，我没去上。啊？你没去上？大学多好啊！是很好，我就是睡不着，成宿的我也睡不着，所以没办法上学了。你呢？大晚上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也睡不着。哦，你来这块儿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来找东西的，就在他们家里面。什么东西啊？要不我明天帮你找找看呢？不，你找不到的。谢谢你啊。那个，我有事就先走了，我下次有空跟你聊。
丁一，那个你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是回家吗？还是？哦，那个祝你睡个好觉。睡个好觉。师傅，丁先生，带我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哎，大雄，怎么了？别过来，来，算了吧。他最近受什么刺激？没有啊，平时就是在家待着，我们也不敢刺激他呀。啊，他上个月就到这儿来过一次，我们当时找不着他，还报了警。可那次他可没有这么过激的行为。那他说他干什么来了吗？去年呢，我们在这儿住过1年，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就搬走了。可他总说要回来找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找什么。当时搬家的时候搬得挺干净的。那情况我了解了，我去看一下监控。好。你先上去。刘队啊，好，快，别迟到了啊！快去！丁一爸爸，苏老师，这是您家孩子吗？啊？怎么样啊？现在有危险吗？我们叫了120。哦。他妈现在陪他去医院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师傅怎么了？这出什么事了？昨晚有个小孩跟楼上跳下来了。谁家孩子啊？不是咱们小区的，说是去年在这儿租房，完了都搬走了，还得总回来。谁呀？不知道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那个好像是孩子家长。这平时啊，我们看得挺紧的，就昨晚上，我们2口子睡得早了点，可谁曾想，他自己一个人就跑到这儿来了。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？往这儿跑什么呀？你别提了，啊，刚开学啊，就休学了，天天失眠不睡觉。是吗？对呀，总想往这儿跑，总说在这儿落了什么东西。他们大学老师说呀，说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，根本就上不了学。我怎么记得他当年高考成绩可好了？怪我们呢。这孩子从根儿上，他是不想读金融啊。他喜欢地质，他想上那个地质大学。可是我们2口子死活就不让他读，就硬是阻止他。